吓到。心理辅导的。然后有一些人很自恋，需要治疗吗？因为自恋再严重一点会不会变马该啊？会变主持人，会变大明星。哇，都袂讲我呢。不应该开这个话题。咱是今我做嘅了，你系法拉必报，法拉必报。叫到你了。我们今天要做的其实就是举两个。摸上到面到水晶条做在不用动哈。这个大家在家里面不要轻易尝试，最后面还是会变成炒面炒水晶饺。看呢，不用怕。哦，那就交给依婷好了。那就交给依婷姐了。对对吗？太 C 了，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猜拳猜输还会这个吃得到呢。你嘛，我们不是现包的不吃。1、2、3。要去龙难住哎，人家都有良心嘛，在龙难呢。好，考好嘞哈，想好嘞哈。还没。你现在在写企划书吗？做乜事都有個上眼叫人都繼續做唔到。我超過啦都。我是學姐。哦，學姐。蛋有打好嗎？你們看到的是西裝掛彩。冇亂咧。快些咯！有人動漫冇打落嚟哦，我傻眼呢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白強。今日當歡喜又來到我嘅故鄉苗栗市，也個移民廟呢，也個移民節哦，將個話題，也當然呢都移民節嘅時間，特別都10分多年我鄉下來啊，特別來感謝移民遊。係啊，還有順條未做啲看到動作嘅法堂啊，用舉辦。好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李子龍李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子龍。舉兩個你好，還有陸準斌陸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啊，斌哥你好。三日好人呢，來分享到風吹嘅潛水站，來看到嘅風吹嘅後，是我們的姐姐老露台鄉下來參加哦。歡迎到的是婉君老聖傑。嗨，大家好。歡迎。好，咱最今日分享到嘅係兩故所翁撇領導順義廳。歡迎。好了，講到苗栗呢，有乜嘢好食好料誒？問我們紅隊就知道了。哦。苗栗的美食有乜嘢咧？苗栗市。魚片絲啊，碎飯的啊。還有咧？他們真的很謙虛。嘿哦，你們都隔靴搔癢不會講自己家裡面的。有當到其他講的全部都會啊，水餃、炒麵、炒米粉啊，煮飯的湯啊，還有。霸王啊，好牛眼那些是不能好吃。黑啦。啊，全部都集中在一條叫做客家美食街那個道邊。真嘅呐吼。他們一直要隱藏自己家裡厲害的東西。因為都從細都會聽蘇州呀，都傳統米線嗎？偏西。會聽下州。那手一定很巧哦。冇啦。很做對啦。味道。慢慢都學啦。安用講說的夾下咯呀，對不對？很難得年輕人會願意回來幫忙哎。超過10年嘅老店嚟哦。對啊。啊，韓國除了食嘅東西以外哦，昨天老大家講一下，呢度苗栗兩片蔬菜有冇好料嘅蔬菜嗎？風箏節啊。啊，該地位都有冇嘅法通嗎？佢當到美食哦，當到嘅各位各地嘅每個嘅風箏全部會來比賽啊！都。真嘅當年呀，自由嘅節都10分多年了，不過不用自由要注意安全哦。最近有發生一些這樣睇起來要注意安全。好啦，其實呢，除了自由嘅節以外，苗栗還有10分多嘅法通好高好料。總共已經呢，把你的美食地圖，這個美食跟景點一起串聯起來，苗栗是係都好嘅遊覽嘅景點。先來看一下提出料理係馬色菜。大白來到苗栗哈，聽說會談好民主節講哦。一定要吃的東西，馬上來打開就跟大家講。有可能。有。哎呦！哇！水晶餃。水晶餃，也可以都好食啦。是早呀，是同的都是以上的好食。而且呢，之前苗栗縣政府有去做安樣嘅評比哦，睇自家來投票，發現到也係全台灣啊，睇自家對也嘅客家美食，苗栗客家美食現在第1名。就是這個，而且只有到苗栗餐廳呢，苗栗地區限定。啊，今年牛年係咪啥咧？馬上來分享到做一個水晶餃嘅牛年，分享到嘅係邱之信子漢太記分享。邱太記你好，來，哎呦，阿係好生哦。你有冇包呀嘅水晶餃？我啊，我自己包嘅。從細嘅做攤？冇從細，就
也经验上转来好。今日嘅水晶饺老一般呢有嘛檢查咧，有嘛冇用用？沒有你鴉片嘅水晶餃就上到係半月形嘅，然後一般看到嘅水晶鞋較冇用用。所以你的意思係講是倆吼半月形的水晶餃子做啲雪包係嗎？真是，那我試試看哦，好不好？今天就又準備打開了問他下款。自己想啊，沒有吃飽的話怎麼辦？那就再吃歡迎來我們的店裡來吃。哦，哇，表演嘅油葱咧，然後就個皮較凍 Q，然後配味較冇用用。你油葱咩指甲鋪嘅？嘿，這個鋪嘅純豬油。啊，指甲不會泡嗎？係，唔會啊。你會？哇，那比他厲害哦。好好吃。啊，有飽嗎？沒有。全部吃，給你吃。問一下，梁生阿姐好食嗎？好食，當叫。唐講今日給梁生帶了一個水晶餃咩指甲走咧，我們等一下就可以跟那個知性姐來比較一下。好，今日已經來到美爾麗斯呢，當然有哪日嘅 Tiki 餐廳嘅米色水晶餃，叫下來做 T 館料理嘅挑戰咯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。用隨地餐廳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一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好，第一次料理呢，拿兩個水晶餃做變化，都帶除了是找的是糖還有嘛變化嘞？馮翠帶來料理係乜嘅？歐巴水晶餃。哦，歐巴，韓國的係嗎？嘿，哎呦，唔怕哦，水晶餃我們也拿出必殺技哦。咱最近我做嘅料理係法拉必爆，法拉必爆，照到你了。我們今天要做的其實就是舉兩個，啊，期待哈。兩家呢，感覺起來一下都本體只動態上上都帶一個歐巴水晶餃，嚟一個法拉必爆會變成用嘅菜色咧，叫下來期待咯。睇自己有信心冇？有嗎？有吼！按鈕發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開始咯！哇，對於亞哈太奇卡要把你做了，有嘛要把想法？我做了，當期待。把你做出來啦，做出來。做到乜個樣嘅，當期待。今日去看一下咱風水做好，嘅。看一下哪一片。那個韓國歐巴到底係乜嘅東西啊？哇，要做韓式泡菜的嗎？泡菜，泡菜，因為兩姐弟啊。布卡就是這個餐飲世家啊！你們還有學餐飲科嗎？不會吧？沒有。他本身很嚇到。然後呢，心理輔導的。然後有一些人很自戀，或是自以為這種可以需要治療嗎？因為自戀再嚴重一點會不會變馬該啊？會變主持人，會變大明星。哇，都會講話呢。應該開這話。哎，你的小隊長係堅係矮哦。有開否嗎？不，還不用。哦，還不用開否。啊，水晶餃有冇有想到用個韓國方式來走啊？水晶餃啊，QQ 你係最的大學啊，啊，然後就想到年糕，也是 QQ 的，做得打工哈。我覺得聖傑剛剛懂不做料理，你平常會懂好做你們家裡面以外的東西嗎？不會啊，我會做一些西餐的啊，中餐的都會做，日式的也會做。希望輔導人的時候也要煮給他們吃嗎？你信唔信摸送款係摸雪款？天氣啦，天氣哦。那為什麼要加調味劑啊？那是味噌，米酒。蜜醬。而調味感覺佢當中懂不會做誒，義務上班誒，所以平常都你煮給姐姐吃嗎？冇呢。啊，今年用不用該水里來做啊？甜味的來源啦。啊，你們準備的這些食材有嘛該顧係嘛該顧啊？鴻喜菇跟金針菇。好，我們等一下張都準了。哇，姐姐你來了哦。好，這是什麼 QQ？左邊看得到該係嘛該？老太家小解一下。面包嗎？水晶餃的麵粉團，現包，借我們看一下彩虹水晶餃，彩虹來，法拉必爆，要講講法拉必爆，好可愛喲！還有老太家講，阿姐應該講哦，你睇個食物哦，唔係那種色素條嘅哦，這是什麼的？那個全該放色係嘛嘅？南瓜。
板瓜，板啊，瓜，风色嘞，火龙果，哦，啊，呛色嘞，也係捏咩旺菜，翁菜，旺黄菜哦嘿，做得熱菜，還有最特別的哦，藍色本年款。蝶豆花，這麼好猜，我剛剛猜的是哦。還有該拍攝的原味啦。咩咩啊？叉米叉跑嘅，哦。哎，你要做的鹹鹹嗎？以後再這已經做了。熟了，是不是？要冇燙過嘅，哦。啊，等一下是推薦還有嗎？很有。我咋個能認識的？剛好那個我在現做，知性姐妹講，這個是吉他設備包的呀，就想吃一個就看看。這 size 有很大的差別。它也適合成日咧個老人家因為較細隻個冇鹽源，有個比例有改良過嘅，沒全部太白粉，哦，还有糯米粉，係有落嘅糯米粉7:1哈，对， 4:1，馬上還是。太太白白粉，粉4，糯米粉1，哎喏。呀，就喺做乜嘅條路嘅咧？那方面哦，我工廠上班呢。哦，我那都本身就會做產業咩？啊，厲害嘅！平常我煮嚟嘅，我煮嚟食啦。咁人嘅水餃已經包好嘅，做乜嘅行可以切下條料啊？爆香。呀煮呀切咩？等下煮湯誒。哦，對，然後那個餅我還用煮完要含蟹鹽的一個湯頭來煮呀水晶餃，法拉必爆，很有創意誒，對真的很有創意。很有創意。而且佢咩蛋槍又買了水晶餃，佢喺度切架做誒。對，佢哋有用性嘅素材，唔但講只有水晶餃，該搶出嚟談講美劇故事嘅嘛。哦，係啊，搶出嚟我切架媽媽種嘅，唔可以夾眼嚟種嘅，對。傳播下周會發現你的小隊長這樣害你。這樣一直跟你聊天，根本就是說來不及。冇想講我輸腳當腳。哎呦，好。好，我們先過去了哈。好。跟水梨，哇，哎，佢用水梨啊，用炒誒。唔是加通嘞哈。它自然的甜味。該要慢人上出來吹色。兩個。哇，你們也慢人來報名呀？真的？為什麼會想要報名？就因為你們家已經這麼忙的。對呀，你們就快點嘛。獲得1年份的這個餛飩湯。當好教咩？喺度嚟參加比賽看看嘅啊。哦，你用聲音的嗎？用嘅啊，用在頭1年級跟3年級。哇，安胎哦。啊，聖傑嘞？他很年輕，79年次哎，79而已。你剛才講什麼？我想啊，他留這麼多鬍子。你不想看，你看起來比他老哎。也是。難接話哈。還好。自己挖洞給自己跳。我已經要試吃了。沒有給你試吃啊。阿莫，等一下莫奇寫的。你又不屬於我們這小隊的。平常喜歡看韓劇啊。玄彬是我的。那你也是玄彬的老婆嗎？沒有。她是別人的老婆。是孔劉的。出賣姐姐。很好奇，都在邀你有店面呢。他那不用他。哦，那就交給奕婷好了。那就交給奕婷姐了。在地上哦。等一下莫奇寫的。你又不屬於我們這小隊的。很貴，來結婚嗎？韓國。哇，這個太響應了。姐姐，你還沒動好歡歌的動詞啊？來用。平常喜歡看韓劇啊。玄彬是我的。那你也是玄彬的老婆嗎？沒有。她是別人的老婆。是孔劉的。她是孔劉的。出賣姐姐。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好，我去看你們那邊。好。哇，哦，你啊，炒料嘅係水餃勁哦。啊，U 啦哈。等一下，因為還有秘密武器。好，還有秘密武器。你嘛解？前後代表嘅也得。網友吧。哦，自家別的哦。自家包嘅，因為也係羅安多把大家講退休。也人全部識開養生啊。哎呀，滾水啊，做乜㗎？但係我也包差唔多嘅，所以過後我就倒過來。也就把老皮包咗落空下。哦。用就完成咧，嘿。哇，我做也聽懂好食。也全部同媽媽學嘅，媽媽當我煮食。很幸福哦。啊，今年兩道菜吼，唐講吼，就是原本唔係做法拉比波係嘛？本來就係物理看花。他們原本要叫物理看花啦。怎麼改為按用物理看花？對，水晶餃煮出來為物。
不透明雾雾的嘛，对，然后里面加那个花红萝卜压花，就像有雾里面有花这样子。第六刚因为有走压花的啦，结果发现给工程太浩大，所以想说这个比较简单，只要配色包一包就好了。压花已经动墙哎。有芹菜、香菜，洗拍菜係嘛？洗拍菜。好。因為一下冇嘅很多蛋糕，冇嘅椰菜，我就以那個拍菜取代這樣子，哎。上個做漢板讓個做法強咯。好，差唔多咯。等下應該香菇嘅需要變化。對。哇，太吸引人。有收汁哈。有。韓國口風嗎？不是吧？吃一下米頭。吃一下米頭之後哎。是嗎？哎呦，很會撩哦。都得冇有滿意嗎？對，有點。俺會煮會露台耶，小孩就給他帶就好啦。差不多。好，我們倒數哦，正確的倒數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有吃色空啦！踢管底度，哪一部卡米西卡好色嘞？真嘅門睇下上唔到吧？係哦，我們是水晶餃歐巴哦。歐巴嘅韓國嘅水晶餃。對，然後你係只用過嘅水晶餃。你們那個真的很棒，法拉必寶，來試試看我們的。但想吃就泡出來，它就米手哈。我的天哪，味道好好哦。你真的有想到我的歐巴了。那它米抽條濃厚哎。是誰？唔會死啦的。它韓國生米抽條濃厚。東紅雪。果然是孔劉的老婆，覺得怎麼樣？好食，好食哈，有冇好食？泡菜味很香，就有韓國的米頭啊。對呀。那你們是誰的老婆？孔劉的還是玄彬的？楊樂公的老婆，姑娘。那感覺我給他泡出來的東西很有層次，蓋東西動。這個濃淡的，我想用水晶餃讓你做法也這麼的吸引人。因為裡面還有加水梨啊，加啲濕濕嘅湯，所以我覺得小朋友做飯吃吼，每唔會感覺甜辣。換自然對的，大家要把碗裡清乾淨哦。因為有凍過口味哦，所以選一下。這個金瓜呀，還是火龍果？太厲害了，T 牌有你千層包哎。對，太厲害。甜爆哎哦。哇，這個料真的很有媽媽的味道。鹽絲嘅芹菜啊，香菇啊。Q 當 Q 哎，而且好扎實哦。係哦，肉好多。嗰啲冇係讀嘅牛凍到哦，嗰牛係咪未就貼條過嘅？有煮嘅狗肉。有落一些嘅香蔥頭也就去包香一些嘅三分之一拿去包香。那個安香。真見到難得，而且皮又濃泡。好，兩邊吃到嘞。現包，超強。超強的。盛姐，你跟大家說，你不是胸溝要給水晶餃哎，要把它做創意，你想怎麼做？我想要全部剁碎，啊，包在春卷裡面，渣，是不是選你們兩個其中之一？先把它破壞掉，再把它重新組裝。阿劉生阿姐，其他感覺要滿意嗎？有的啦。姐姐你剛了一下，大概意思？我們兩隊嘅味道冇同樣，也偏韓國味，我們是偏那個台灣客家味，後生都懂後生啦。哎呀，客家經典味道很有創意，兩組都很有創意。哎呀，好，今早嘅時間我到了，馬上呢就來評分呢。先來搶 Andy 嘅李子龍李師傅搶分數。哇！等下再接再厲考一下盧準斌盧師傅搶分數。耶！啊，這種師傅搶不公平。我因為啊韓式嘅吼，可以較酸一些些的啦。我因為啊吼，我本身也冇說酸啊，但是我因為既然是韓式啊酸，因為辣度我覺得還好，因為它沒搭啥就可以接受。但是你要係比較較酸冇按甜哦，我知道會較好一些。啊，鴉片的話呢，因為今日煮到迄水晶餃，所以到水晶餃方面就已經。放有心機嘅，已經加分嘅，所以我會選擇做蔬菜一片。謝謝。阿斌哥，你冇感受到咱水嘅小心機咯？小心機，其實現在落去咧創業，或者係行動中咧
泡菜啊，让味噌啊，就叫以综合它，好让我哋一半看到咧传统嘅味道，好冇強濃樣嘅啦，本伊只創意嘅分數啦。好，其實呢，你下管老公，其實我真的覺得非常的驚喜，因為呢，從細食到大水晶餃，我想我記住已經係水晶餃誒，你韓國變嘛呢？冇想到呢兩組都按有創意，米頭當個改變，韓國對水晶餃就有改變，真係師傅的厲害。太極港妹做了製作困難哦，哎，但是呢，我們的廚師是不是可以突破我們藍隊跟紅隊的創意呢？給你來看一下阿炳師傅帶了嘛4個料理要搞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。又到了阿炳師傅的時間咯，阿炳師傅今日帶來料理有乜名嘅咧 ？QQ 水晶餃煎麵。煎麵。嘿，面啊。哦 ，QQ 啊，我以為舊舊的咧。所以就水晶餃嘛，那個主角嘛。它就是誒是想講，那你沒有你好朋友穿不穿吃咧水晶餃湯的，其實一定要配炒麵。因為佢哋去炒，他們是咧炒麵啊，配咧水晶餃湯嘛，好，配湯嘅啫。開始到咧水晶餃到炒麵的感覺融合到中下，然後做一隻煎麵咁樣。用煎的哦，現在可以還蠻適合。料有咧別香嘅，好，比如香菇，還有油蔥酥，好，紅菜頭，好條鴨，好麵。現在準備好嘅咧滷肉，就像嗰滷肉飯咧滷肉，韭菜、蔥兒、辣椒兒、卵、撈粉啦，還有麵粉。哦，麵粉。先來看一下牛粥吼。好，你係先來攞啲粉過篩，等下過一下。大家有問題就坐在馬上問哦，我好專業哦。你粉係做煎麵嘅水晶用係嘛？係像你粉啊，先上去就建議係用低筋啊。低筋的。煎白雞，哦，你這個好大隻哦。係，煎白香。下邊凍太雜誒，香菇水沒有留電吼。留電。你一做一半伊就剩皮啊。下邊凍香誒。香菇哦，我來煎的時間吼，係一半用水，一半用米酒，咩全部用水。所以佢個香味咪冇強咯。哦，用酒是提香係冇？係米酒。呀，那個炒料有一些從碧林老義婷姐家做誒，開始炒麵嘅，這樣嘢。好，我加幾少來炒。你是說他還是我？當然是志榮師傅啊，半輩子。你睇啦，先不用亂，要兩隻亂，然後粉漿先攪攪嘅哈。不一定要被亂落去。那麵粉差不多有幾公克啊？大概比例是怎麼樣？差不多有150克。它都跳下樣一碗，但都嫩嫩的。這個時候就加滷汁嗎？對，滷汁是當做個水呀，因為像調灶開始。也太棒了吧！哎呦，那這樣還有吃過嗎？沒有，這樣就沒吃過了。那你去哪做的肉用嗎？嘿，去哪做的？哇，我們中午就吃這個了。好，所以那個滷汁也是款起咖係嗎？就是邊倒邊款。最主要係款你的粉。那看起來用甜一下，來一下，一下。好，它差不多拉一下。差不多。有點一條線那樣。聖傑、婉晶，看到兩片，有問題嗎？還蠻寬度。很寬唔是。很寬唔是。其實係你啊，挑天是從嗰啲度炒麵哦。料出那個白白的白香來。我苗栗人炒麵沒有放那麼多料，除非是家裡。對。除非有人客來啦。會不卡張油，我不買冇按後空。哦，料係병阿姨哦。병阿姨啊，병阿煎啊。其實咧，講係병冷會好好啦。你時間關係，我哋就實在嚟병阿姨。為什麼冷會比較好啊？加麵粉後面會加一團一團。哦。好，我哋係병啲啲水咧撩下去，加個粉會本做體。啊，師傅，應該下個麵要先煎過係嘛？好㗎，係麵要煎過。好。那問一下吼，做乜個撩下係병水，做乜啲技術咧병嘅滷汁啊？調到因為調慳啊，係調到為調慳，係。個水晶餃用個啥咧？等下就是先병下去，水晶餃我會先병下去。煎的哦。煎的哦。煎的。哇！我覺得聖傑看得很認真。係哦。T 百寬段的。一本身係熟嘅係嗎？即係要先煮過，啊煮過先會幫佢병走來。
那煎的时候一定要摆这么漂亮吗？其實它等下唔是啦翻過來，就很漂亮。係啊，變過它來，變過了它就會凍醬。哦，其實睇下燜料同腰噶。哇，亚洲料理通茶法呀！而且想到这一道料理真的很不简单呢。真的老我们美丽的炒面，老水晶饺给好用哈。对啊。哎，这个的温度我们要注意哈。係要注意，天天的時候咧，莫調燒。老師，你現在做的步驟是？攞啲濃香咧。很貼皮咯。懂貼片哈，好貼皮。冇想過誒，師傅嘅調弄就老一般人冇共用。等一下，他會變過來係嗎？會啊，會變過來。哦，那可能要交給明珠姐了。啊，我是翻蛋而已。一啲唔要評論啦，等一下做得。這個我承受不起，太重了。啊，等一下個韭菜然後創法，最尾讓佢變。可是我很好奇，都在要你變面呢。做得啦，等一下定型是做得嘞。看那不用哈。哦，那就交給依婷好了。那就交給依婷姐了。對嗎？摸上到面到水晶饺就得不用控哈。这个大家在家里面不要轻易尝试，最后面还是会变成炒面炒水晶饺。太 C 啦，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猜拳猜输还会这个吃得到呢。你妈，我们不是现包的不吃。面係熟嘅，跟料係炒過咧，料算熟嘅，肉又咪熟嘅，其實是啲煎切是做得咧。摸上到面到水晶餃就得不用控下。哎，可是我們等下吃的時候會不會又分開了啊？唔會，因為嗰啲啊要叫嘅粉啊，好軟啊，係。這個大家在家裡面不要輕易嘗試，最後面還是會變成炒面炒水晶餃。哎呦，哇，都香誒！做得冇？係嗎？佢可以用嘅盤嚟，然後佢都鋪樣樣。是，等下變過來做咧。太厲害，鼓手厲害！要不要給準備好些？大家掌聲也要準備哦。好，總三個準備哦。準備好了哈。不要影響他。忙，再30秒。觀眾是真的有在倒數哦。好，做得啦。好，做得咯，做得咯。來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哇！哎呦，做事真的很简单的事情呢，根本就是艺术品哎！水晶饺在哪里啊？你没看到志荣师傅汗颜了？你刚刚自己其實也有捏一把冷汗嗎？有，留下來了，哎。哎呀，情景都這樣呢，難怪該係門友，怎麼該水晶餃要用白？因為人看得到啊，唔會同個，啊要效果要擦擦樣嘅。還有那種風火輪嘅感覺。啊，等一下香菇薯要愛嗎？唔是的。很多了哈！好，太厲害了！啊，你菜名我完全忘了。QQ 水晶餃見面哦，又要一次！哇！好，跟住講我食咧，這啲咪做得用一啲啲濃郁的蛋糕，哦，應該你也要加韭菜、油蒜魚。哇！要蔥花，這真的太難了。香哦！好，那要本太陽坤。好 ，QQ 水晶餃見面。按鈕就好勢咯。那個水晶餃要攞啲那個炒麵叫我來煎，煎餅，好厲害哦！那我還會出題目嗎？會啊，還是不用了吧？不是的，我想唔到。啊，你講題目哈，我們自己分，啊也可以。懂得。好了，水晶餃外皮透明係因為用清粉，請問清粉係用乜嘢做嘅 ？A 小麥 ，B 係稻米。好，先猜拳後等下張來看一下。誰是拳王？馬上會猜拳，好來，謝謝來這邊。聽來到你那邊。好，人家是姐姐哦。姐姐讓我吃。剪刀石頭布，
箭头杀条布。哇，没关系，不一定就要答对啊。没有。好，你听听什么选 A 还是 B？B 选 B。好，你老师做的选 A。好，到底答案係 A 又係 B 呢？答案係 A。係前健於人。係。好，講看。呢啲飲粉啊，其實是你講嘅，你係小麥澱粉，係冇緊嘅麵粉啊。所以拿來做咧嘅港式嘅點心啊，咧都有凍豆種啊。從頭看嘅都是講，你做咧嘅蝦貢嘅嘅蝦餃啊、蔥粉啊，港式料理都係用嘅。哦，太犀啦！我們真的是沒有想到，猜拳猜輸還會做事的都呢。安台潘的婉君。怎麼好像中秋節月餅呢？真的。哎呦，該地北讀當鋪呢。哇，你也吃吃咯。本來因為水晶餃啊，用剪的還沒囊配，不過這個就很保有那個口感的。啱啱要姐，當好食吼。誒，真係儂想唔到嘅感覺嘅，有一些種嘅韓國式的煎餅，因為底度呢還有一些水水嫩嫩的，加呀那個用啊，嘿，有炒哎呦，有加一個有口感嘅一個水晶餃，真係係挑戰到嘅，沒吃到好可惜哦。講一下，有係有難的。媽，我們不是現包的不吃。子亮哥，你感覺咧？當然其實像大阪燒那種感覺。哦，對。嗰隻嘅表皮擦同香港嘅水晶餃整個又較 Q。非常的有創意哦，哈！沒想到竟然可以把我們苗栗市的2項最主要嘅美食啊結合窮下來哈。好，但是呢，我們先把手邊的美食放下，為什麼呢？因為真嘅係競爭誒。係喲。剛才第一關呢，小試身手，太極港呢得到1分平手。哦，接下來就是決勝負，都帶來那一組做的羊呢，就是看最後一關了。大家有信心拿出決鬥的心嗎？有。馬上嚟進行最關鍵一關挑戰嘍！料理逢6點，梁翠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撒點完成種樸實實天愛做嘅料理。啲之前都唔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梁翠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失亂分麼？一家之主，安利誰來上菜嚟？好，遇到一個料理逢6點嘅時間哦，太極港注意期待嘅環節。各位觀眾朋友，看到兩個就會清手嘅時間，心臟跳最快的一關了。係啊，今日題目菜名係乜嘢啊？有沒有做嘅係呀？親子凍。哦，鮭魚，老鮭魚卵嗎？可能冇按幼稚啦吼。加緊玩。乜嘅親子凍咧？親子凍嘅意思咧，就係講有像爸爸媽媽老細學嘅嗰種感覺嘅意思。哦。比如講雞肉就有雞卵。等一下，在地北讀每一個燈都是親子的關係。真的要驗血緣嗎？但是地北只有一隻雞肉老雞卵，其他沒。等一下打開了，會不會明珠姐的爸爸出現這樣？不會，他在那邊。都是黃標。好馬上有線咯。我們換婉君姐在這裡。我們一婷很強哦，劍奪殺條布。你看，真的。好了，你先線。要數1、2、3了哈。好，親子的關係哦。親子鑑定哦。好，我聽啦。1、2、3。哇！蓋了。你懂後菜耶。你運氣好好。我們先來一個。紅色的好。好，數1、2、3哦。你確定嗎？要紅的還是黃的？親子鑑定。好恐怖啊！黃哎。好。1、2、3。雞肉瓜菜。人家去東南煮，人家都有良心嘛。一東南所以你講東京菇啊，還有還有哦，這樣心情好多了吧？心情好多了。好，你們先慢慢傷心。我們這些棄賽，我們回去做霸王的宣傳啊。一點上去考一下我們2位姐姐開心的笑容嗎？我有感受到。來拿起來。我們要拿起啊！生意啊，蓋來麼打爛聽第二個上來當成8的，我們可以當拔辣處理啊。生吃。
不要傻眼，不要傻眼，去感就傻眼了。马上来金行最不迷馆来挑战喽！亚冠呢料理风流蛋糕的亚给亲子冻哦，共真给呢我们的赢面比较大。哎，怎么开？因为我们的让大家谋凶斗啊。可是他们两个眉头皱得很紧哎。会呀，给黑你头痛场面的啦。没有，那我2组都要加油哦。有信心吗？有吗？有信心哈。有。比赛倒数3、2、1，抢回事。可惜喽。我以为他马上要去拿那个厨师帮忙。好，来。哦，先处理拔蜡就对了。熊眼瓜。刚才明珠姐就讲那个熊眼瓜，它的处理时间好久哦。你们有什么战术吗？先炒锅。呀，该不会是你们人生第一次看到熊眼瓜本人吧？生锅，做锅。对啊，它那个凹缝怎么办呢？你看圣杰多会切，很明显看到。这个碰切开了，再削开多就枪的啊。都不卡应该黑姐姐使唤弟弟煮菜比较多。对。对，我的手真的很要小心哦。那个怕，有个好弟弟真的很重要哦。哎呀，我煮出来他会吐声音啊。像这个也没有办法是一个好学弟，就很惨。我帮你带小孩好了。在哪里？忙了。对。师傅哈，像记到这种西装挂菜，然后西装挂可以做成像那种冻饭那种吗？没做得很吗？做对啦，乜个东西都没做得，看你用的做啲呢。我了解食材的特性，当然做。像记到食材的特性係乜解？因為我特色其實都係當做像菜館安尼炒嘅。哦。先用油炒過，等佢吸水。哦。然之後我調，我鹹，我甜。哦。有糖豆哈。有。算是幫你們問的哦，怕你們眉頭一直緊握。你們那個廚師幫忙，我要不要給我們伯恩利啊？沒總一般醫生沒有。對。等下你有生沒有廚師天數，可能給我用哈。好。跟先聽清楚，因為時間不一樣啊呢。好，我們等下當都上來哦，哈。來咯。要發表得獎感言了嗎？等下做乜嘅？先做備料跟醃料。嘿哦，等一下干油有先入口哈。嘿。怎么入？用那个米酒、菜板粉、酱油、胡椒粉腌一下。还有肉饭哦。嘿啊，亲子冻饭。冻饭啊。冻饭冇饭。那熊眼瓜你有不用翻底度？等一下个干油哈，我觉得这道菜，你个困难哦，最难的地方在于这个胸部妞，总得胸肉。高油加同生意。高油哦。冇，看嘢就樣，我炒咩唔辦。你要乜嘅啊？给酱汁。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看头哦，係講，你個卵哦，叫做滑蛋。親子凍嘅。我怕他們變老蛋。冇仔用線狗去看一下風水哦，等下轉過來。好。陷入兩難了嗎？怎麼了？等下馬個截圖，出事天數哎。他60秒就炒完了哎。还是我们先炒一下。你这个酒没挑好了哦。你们是做比较好鹹掉的，也係好甜掉的。刚才他们说我们太甜。没有講韓式而帶酸，也係日式而帶甜。我看你做乜嘅呀？都未見開眼。皮料全煮皮好了哈。好，那我觉得你先勾里，待会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就用廚師幫忙我，但你要小心，某一筆出口來咯。好。加油。好。看起來派咗哪起來咧？我用出事了。天數矮。好，你可以先哪一啥？哪一個汗出的比較多？巴拉比 box 啊，恭喜！2個，來。好，我先看一下佢做到哪。意思。先看一下。記得係田少嘛計。我先看下做到哪。用個乾肉啦，乾肉首先先處理。好來。意思搶，開始。好，看好咧哈，上好咧哈。還沒。你現在在寫企劃書嗎？做乜都要佢上眼鏡嚟，都繼續做唔得。我就冇啦咯。我是學姐。哦，學姐啊。蛋有打好嗎？你們看到的是西裝掛草。太衰了哈！有人凍飯冇加落了哦，我傻眼呢。開始搶，開始。失去幾組，失去3組。師傅，我讓你提醒一下，記得等一下個蓋牛，它會不用到該將地位度一下收個味道，所以2分鐘來這樣說。好。
那边也差不多了吧？你们这个你是有吃过吗？还嘛，问师傅几款，好，他就在便宜分，就是拉薄芡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拉薄芡用蛋液拉就好了。确定吗？嗯，蛋液会凝固。他说喜欢偏甜的。日式要偏甜。味淋要加多。哈，安家的。我摸还没熟。3、2、用功诶，用功诶，时間到。要因為大家搬暑假就落去，落去以後亂打打，到落去一下就紅。那要不要拉薄落芡？去差不多5秒到8秒。要千頭當跟千頭不變我蛋糕。那要拉薄芡嗎？這裡唔是啊，東方冇來芡。B B A 嗎？啊 B B 天蒙師傅，你可以回來了。剛剛師傅講話你要得有糖針哦，糖色嘞，好厲害哦。你以為你哦？好，我們趕快過去哦，趕快過去哦，哈。我有拍到天，師傅吞數來了。你要選誰？讓他去吧。盧師傅。冤有頭債有主。哎呦呦！盧師傅來，盧師傅來。好，盧師傅，bingo，來。盧師傅，你先想一下。先想一下，我們現在要怎麼幫你？那你的手要先放着哦。好。好，看好嘞哈，想好嘞哈。還沒。你現在在寫企劃書嗎？做乜幾多人會上安橋來都跟住做唔得？我就無啦咯。我是學姐。哦，學姐，我們要尊重學姐。你是在找什麼？意思。可惜。有個款安球哈。一邊要那個。味淋會不會太少啊？不會，夠。我們拉。蛋有打好嗎？你們看到的是西中掛菜。排泄了哈。有人動飯冇嘎亂了哦，我傻眼呢。貓咪在哪裡啊？傻眼貓咪。30秒這麼快啊？嘿，差不多結束了哦。等一下按呢，做乜嘅？等下伊就除下去為下勾芡子，來淋上去，啊，蔥花味道蛋糕樣嘢。等下當變。你要不要吃吃看我的熊眼瓜有沒有軟了？有產到。那可以了啦，可以了，下了。你來睇好再先下去。老叔。4、乖。 3、2，等下就這樣變做蛋糕。西建豆。来，你弄安丢吼，人家胡子又长出来了。好，按着第小手。刚好師傅講又躺進出嚟哈。抱歉哦，還是要交給弟弟啊。好，來。哎，我也覺得這樣比較好。姐姐要保留一些面子啊。哇，應該甩鍋，長了幾排。你為什麼要當心理醫師？太可惜了。長了幾排？沒有，我剛才沒看到。哇！哎，可以接住吃哎。吃蜜桃，各位都還沒試過味道，而且沒某嘎桶，要麼該哦。你對蠶豆嘞，蠶豆。哎，剛才甩鍋是不是？師傅說味道差不多，味道差不多。他說味道差不多。對。好，那就勾芡一下，撿揪一下就好了，還要別等會重發。好，我們那邊好了就好。來。怎麼看住下攬住嘅？你們的好像親子凍哦。本來是好像親子凍，你本來就親子凍啊。有亂就唔是勾芡，冇亂當然勾了。可以分一點蛋給我們嗎？有蛋殼，還有一點點蛋。哎，你真的很有比賽精神哎。對啊。該來不是圈手哈。差不多嘞，好，倒數哦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嚟吃吃看最波米關，那一部卡張海烈太重譜嘞。哇，那個親子凍呢？哦，真嘅係。我太強冇想到，我們竟然還做一個熊眼瓜嘅親子凍哦。下一次狠一點，就用蒜頭跟蒜苗。對，看誰比狠的。好，來吃吃看哦。我的熊眼瓜做的好好吃哎。沒有。怎麼了嗎？要有自信。有點怕。景英非常好吃的。啊，我們姐姐給他們講評一下。就搶出當車，蜜桃也有醃落去。好，來換吃你們的雞肉親子凍。哇，你的肝又嫩哦。有人在扒飯哦。哦，鄭姐餓了，肚子餓。因為他看着的續碗。他在家裡面比較少吃到飯，都是吃到8碗比較多。先講評一下。給牛吼，
整到有 juicy 啊 ，juicy 啊哈。豆子。你怎么一下子变得结巴了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OK 啦，OK 啦。开始对嘞。我们输在起跑点嘛。可是我觉得俺力没懂后生的。啊，我们2位姐姐自己自己感觉嘞？口感跟调味全部都度好。鸡肉像师傅讲的，很嫩，不用炒太久。真紧动好选。好，定总的时间不都留，都带呢？我们的创意会赢，还是大家是传统守旧呢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都带用的题目呢，就可以和治疗师傅抢分数。哇！两下考一下阿宾哥抢分数。哦。来，阿志良师傅，你先好好啊讲。要片处理都同好啦，老实话讲，有超多瓜仔就是切。转错。啊，若要鲜鸦片的因为呢，也鸡肉处理都同焖啦。啊，就你处理的啊。没还去记录的啊，那附近同的，所以先做鸦片啦。阿宾哥，你的想法嘞？他也是选择自己。而且李红片吼，李鸦片真紧是政策落来食材。是差运动多嘞，但是两包做落去中规中矩，冇错。两包好譬如讲，伊开始有处理个挂耳，好挂耳有银梅。两包是边落个干肉可能好，冇按银梅，可能切好太白嘞。你可能讲切泡泡要银，鸡肉片，伊系樱桃小嘴啦。来可能好银梅要银啊，是讲主食材的基准点冇强浓啊，但是两片呢，吼又做到位要银。好啦，正经压一关呢，对，很不简单哈。比赛成绩已经出来了，今本日呢，风吹佬南吹都会得到6分，恭喜平输。平手，恭喜恭喜！颁奖颁奖，恭喜得到前年的假吹机。恭喜！南吹吼，感觉啊，不过那都前面系动放伊个时间啦，2500票嘅假吹机。好，先来谈看下婉君，老太家讲一下你要不要参加心得好吗？还就保证来教的心情啦，所以都拜托俺露台做，排斥。浓厚啦。好教吗？浓厚教。大家前年有假吹机要归谁管？傻眼！罗太都会煮哎，今天是他负责煮呢，负责爸爸吧。爸爸，哎，给爸爸妈妈，恭喜！好，你下问一下，好，咱这个阿姐吼，做啲先让大家讲一下，今日来参加有买感想哦。当欢喜啊，就介绍人家美丽菜贴嘅呀食物啦，嘿，对，哎呦，希望系机会来参加样，当欢喜真嘅嘿。系啊，下摆那个3000 Q， 好不好？好。啊，专门去往个易婷姐啦，也就是今日幸运之手啦吼，然后大家讲一下今日参加的心得了。很高兴能来参加的松雅节目T拜，被动紧张这样子。好了，每一次挑战，每一次给自己不一样的目标，好不好？希望你良善，谢谢。好，今日正见到难得的机会哦，这有抢团菜贴朋友来 Q 哈来导毕的好心，而且呢，在没有比赛的时候，他们私底下也是好朋友啊，都要导毕的正经黑，带着一种玩乐学习的心态 Q 哈来比赛呢，也有得奖啊，冇得奖就我们重点最主要係到料理地主得到嘅滿足。係啊，所以吼，正經非常歡迎大家吼，大家來強下來比賽，強下來搞，強下來參加咯。一家之主就等你睇下，加來報名哦！一家之主，你和你拜再見，拜拜。